今日我就帶大家嚟深圳一日遊，我哋今次第一站就係去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啦。距離羅湖口岸超近啊，行過嚟4分鐘就到，真係好方便，地理位置一流啊！見到指示牌，然後上電梯，上完電梯你會見到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，然後轉咗直行，直行到尾，呢度就係啦。至於點解我揀呢度？因為佢以港式醫療標準，提供高品質、高性價比嘅醫療服務。你哋對一對資料有冇問題？佢哋全部都係廣東話服務，簡直專為港人而設啦。而且呢度係首個港式口岸綜合醫院，專注提供高質量嘅醫療服務。而且呢度嘅醫生全部都係國際認可資格，技術真係好專業。醫生仲問咗好多關於我身體嘅問題啦，然後仔細同我檢查，真係好細心喎。而且醫院配備國際水準嘅醫療設備啊，保障診斷同埋醫療品質。佢哋秉承香港醫療嘅標準，為患者提供高質量嘅醫療體驗。佢哋仲提供各種高精準影像診斷服務。其實成個過程都好舒服，醫生每一步都問我有冇唔舒服啦，真係好細心啊。而最後就係醫生講解報告啦。醫生會仔細分析剛才超聲波嘅結果啦，然後再講解一啲日常我要留意嘅問題，講解非常詳盡啊，令我都好放心。